講到我哋仔女嘅精神健康，心理學家好多時會用到3個方面去睇。第一個係自尊感，即係仔女覺得自己有價值。第二個係將負面情感向內心收埋嘅內化問題，包括咗焦慮、抑鬱、長期頭痛同埋失眠。第三個係外顯嘅行為問題，通常係離家出走、打交、攻擊行為、食煙或者酗酒之類。喺台灣嘅婚姻同埋家庭治療學者想用呢幾方面去測量，到底爸爸積極咁樣同青春期階段嘅仔女建立良好嘅關係，會點樣影響佢哋呢幾方面嘅成長呢？喺呢度要解釋一下，所謂建立良好嘅關係，包括咗有質素嘅陪伴、有情感嘅交流、敏銳小朋友嘅需要之類，就係身在心在咁樣投入嘅爸爸親子關係。研究結果顯示，確認爸爸有高質素投入嘅青少年，佢哋嘅精神健康整體獲得更多保障，自尊感高啲，內化或者外顯嘅行為問題就會少啲。爸爸所發揮到嘅保護效果，仲要唔計你嚟自貧窮家庭定係有錢人屋企，都一樣有效。爸爸就好似 RPG game 入面嘅魔法僧侶咁，發揮輔助職，專係上 buff， 提供增益狀態，幫喺前線打怪嘅仔女對抗精神壓力嘅威脅。研究顯示，當爸爸肯定少女嘅價值，可以幫助到佢自己去抗衡抑鬱同埋焦慮之類嘅內化問題。而對於少年呢，良好嘅爸爸親子關係可以幫到阿仔嘅反叛行為問題上 buff， 防禦效果特別明顯。華文社會入面，爸爸可能好着重管同埋教，不過原來除此之外，俾仔女感受到爸爸肯定佢哋嘅價值，嗰份嘅安全感、自信同埋心理穩定，對於生活喺高壓社會入面嘅仔女，似乎都係好重要。